各位乡亲平安，真欢喜，阁会使来一遮大家斗阵敬拜主。即马咱斗阵来用今仔日的信息第一首76首，请听者。斗阵来用第一集来。 预备来，诸位信的奉行，最咱的上帝，愿意的幸福，并到公义的。来，到底来第3集，第3集。 好，第3集来。 第2首是信息249首语调。
来，水有分别力量，各有时势限害。我若受主体相，心就安然自在。愿世界尽罪恶，拢会伫主面前，通正做上帝国，亲像美妙天地。咱斗阵来第四节。咱练习到这，准备心，今仔日要答。这是咱准备做礼拜，请大家先把手机关起来，安静安心。咱用20秒来安静做。是咱来听候上帝的话祷告。前个事已经成，当我要将新的事讲明，这个事未发起以前，我就讲互恁听。圣诗，这是咱来学到上帝来认识圣诗76首，世间的艰难，大家听三百，咱大家一起专首。
坚固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宇宙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圣名，阿门。伊对圣经交代，对耶稣玛利亚出世，以本着约翰福音来说，有就是个死来到农民苦，那里对上帝国话，就是当地全能的爸上帝的话语，伊要对了过来净化我是啊。我信圣经，我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上方，罪人下人，有体的话，永远的话命。非常请坐。这是咱来领受上帝的话，体验文，咱做伙来体验。先开圣诗后壁第二支，也是诗篇的103篇，103篇。我来替大家来念。我的心情啊，你着堕落耶和华。我的心情啊，你着堕落耶和华。伊赦免你拢总的罪，伊救赎你的性命，脱离死亡。用好面祝你的心愿。伊无照咱的罪过宽待咱，因为天离开地遐尼悬，东离开西有大远。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？因为伊知咱的体质。论到人，伊的日子亲像草，经过风一下吹，就无去。总是耶和华的慈爱归伫敬畏伊的人，对永远到永远。就是遐会遵守伊的约。耶和华伫天顶设立伊的宝座，恁才会有大权力的天使啊！听伊的声，听伊的命令的，拢着学罗耶和华。恁一切受伊创造的，伫伊所管理的各位，拢着学罗耶和华。祈祷，咱做伙按头来祈祷。主爱的天父上帝，愿感谢你，你是四位向摩西显现的上帝。你听见以色列百姓的哀求，即马你嘛共款听见阮的祈求，你呼召摩西，亲像你即马嘛要呼召阮，你要救阮行出旷野，入去你水的计划当中。主啊，阮就亲像摩西共款，常常在问讲。阮是啥物人，通去传讲上帝的话呢？但是你对阮讲，我实在要甲你离地，你要引带阮，互阮去行你对阮的旨意。主啊，阮的教会一楼的礼拜堂，你嘛咧来修整，求你亲身来安排，预备各项需要的材料甲人工。互阮一楼的礼拜堂的更新，毋若是教堂本身的整修，搁较是阮众人心情的更新，互阮变做你所欢喜、新造的人。主啊，阮教会即嘛嘛要开第2届的文道训练，求你的信息嘛来感动阮的心，
互阮真欢喜接受训练，互阮会当对信徒受训练变成你的温度，互你来使用。主啊，阮嘛求你今仔日甲阮立定，互阮今仔会当听到你要对阮讲的每一句话，来帮助阮伫咧阮的生活当中，拢会当来甲伊实现。阮上尾，阮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来做阮的完全的祈祷。阮起你阮地上，你的道领导，你的旨意名，伫地位是主你。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，甲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甲免错我的人。你朝阮日子，叫阮我哋去恋爱，你บอก阮的人生拢是能做来过去。阿门。圣经，咱来看圣经，出埃及第3章第1到15节，搁有以弗所书3章20节，咱先来看出埃及。摩西过伊的牛人米甸的祭司亚特罗的羊群，赶羊去旷野的后面，到上帝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耶和华的使者伫漆皮内火焰中对伊出现，伊看见看，漆皮火烧，漆皮也无倒去。摩西讲：我当要活过去看即个大的景象。这个漆皮怎样无倒去咧？耶和华看见伊活起要看，上帝就对漆皮来叫伊讲：摩西，摩西，伊就讲：我伫遮。伊就讲：你无得叫我来，就囥你卡里的话，因为你徛伫的所在是圣地。佮讲。我是你的祖公的上帝，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。摩西举伊的面，毋敢看上帝。耶和华讲：我的百姓徛起伫埃及的，因的困苦我实在已经看去了。因为着独工的来呼叫，我已经听见了。我本知因的痛苦。当我落来要因脱离，当我落来要因脱离埃及人的手，带因出迄个地，到规水开阔的地，到老米、甲米、甲米的地，就是迦南地、阿摩地、以利水、以利地、希利、耶布斯，才会族的所在。当以色列人吼叫的声，到互我听见。我也看见埃及人苦楚，因的艰苦。当你来，我要找你去见法老，带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出埃及。摩西对上帝讲：我是啥物人通去见法老，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人？伊讲：我实在要甲你离地，你带百姓出埃及了后。恁要伫即个山服在上帝，这要做我找你的证据。摩西对上帝讲，看，我到以色列人，看，我到以色列人遐对因讲，恁祖公的上帝找我来恁遮，因若问我讲，伊叫啥物名，我要甲因讲啥物啊？
上帝对伊摩西讲：我是自怜伊怜的。佮讲，你着甲以色列人安尼讲，自怜的找我到恁遮。上帝佮对摩西讲，你着对以色列人安尼讲，找我到恁遮的，就是耶和华恁祖公的上帝，阿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。这是我永远的名，这是我的纪念到万代。接下来咱来看一号所书3章20节。上帝会行做盘果，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。赞美，拄疼读，上上疼读，咱请圣歌队带咱来学乐。赞美了，咱请郭牧师来甲咱讲道，讲道的题目是全新的人。
亲爱的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不管是基督徒，还是一般普通无道友，咱伫讲读圣经，有真侪个人是将上帝的话看做是一本册、宝卷、杂志来读，读了以后，感觉上帝的话甲我无直接的关系迄款。所以咱伫读圣经的时，常常拄到一种状况，就是这我有读过，这我知影，这个故事我了解，然后伊就感觉你已经真了解迄段经节在讲啥。咱需要互相勉励鼓励，咱毋是干那读文字尔，也爱去了解迄段圣经经节内底，对咱家己有啥物款的意义。读了以后，以及爱决志活出上帝话语的中间的教导。咱若每一天用这款的态度去读圣经，认真去思考上帝甲我讲啥物，第一，上帝对你的呼召，安尼，咱读圣经会搁较有利益，以及上帝的祝福。今仔日所读的摩西的故事，卖当互咱得到真大的鼓励。一般来讲，当咱受到摩西的时，通常会受到伊是一个大人物，伊是一个拯救民族的英雄，伊是一个真好打，伫法老王的面前大声讲：“王啊，准我的百姓去。”也是讲，咱受到的是一个人徛伫红海的头前，举起伊手中的拐啊，命令海退去，水就分开，海食水打对，互以色列百姓落海中间行大的队。也是讲，咱会当受到的，可能是一个人过山过到山顶，用双手去接受上帝所授予的10条诫。所以，以上咱平常讲的、受的，看到摩西的介绍，拢差不多是安尼。网络顶头有假的图影像，这款的形象无啥物问题，因为摩西确实是一个真伟大的领袖，互上帝录用的罗幕采用。总是今仔日，咱所读的圣经，读到摩西的故事，迄当阵伊毋是迄位大巨人的摩西，伊毋是准备伫命令红海分开的迄当阵的摩西。咱伫出埃及第3章所读到的摩西的故事，伊犹原是一个普通人，是一般的雇佣人尔，而且年纪真大。伊当阵毋是一个大好前途的牧人，迄当阵的摩西已经80岁，伊伫替伊的头家，就是伊的丈人，伫固守幽魂。咱来甲摩西斗阵翕相，
咱可能看不出，伊就是一个成功的领袖。因为伫前40年的中间，即个摩西一直伫旷野过游魂，咱当想看来就是伫真久、真孤单的40年的中间，摩西可能真无奈，根本无法度做什么。咱会当想象40年以来，伊心内一定真焦闷，感觉家己真孤孤，无路用。伊的梦想拢幻灭，拢无去啊！咱知影摩西伫法老王的王宫中办，虽然伊本身是一个希伯来人，不过伫大汉的过程中间，伊伫王宫内底的身份是王子，因为当初法老的查某囝救伊脱离受害的命运，所以埃及人的人民大家拢唔知影伊是希伯来人的这个身份。摩西伫法老王的王宫过了伊人生的第一个阶段，就是40年，伊活到40岁。这是《使徒行传》内底有记载。在这个过程中间，唔知影有偌济摆，伊梦想着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人的压迫。所以圣经有记载讲，摩西满40岁的时，伊想要去探家己的兄弟以色列的同胞，迄当阵伊40岁。事实上，咱知影伊真认真认同家己的民族，伊嘛真疼惜家己的同胞。不过，一个冲动，伊就害死一个埃及人。因为迄个埃及人迄当阵在欺负另外一个希伯来的奴隶，这个冲动的行为，互摩西刷落来真歹过。使徒行传第7章有记载，摩西看到一个兄弟互埃及人欺负，就去甲伊保护，拍死迄个埃及人。替家己的兄弟保护，伊想讲家己的兄弟会了解上帝用伊的手来解救因，毋过因无了解。26节，过日，伊看到两个以色列人伫冤家，就想要甲伊了解，讲朋友啊，恁是兄弟，哪会互相伤害？毋过，迄个在欺负人，会甲摩西撒开讲，杀人命令恁最晚的头人，最晚的心肝肝。29节讲，你要抬我，亲像昨抬迄个埃及人哦。29节，摩西一个听到这个话，就随道走。去米甸人的所在徛起，伫遐生两个囝。咱来了解一段经节，伊因为雄雄家己因为雄雄失去控制，害死人以后，圣经记载，伊就随逃到埃及，伊变做一个真可怜的走路人，从隐藏在米甸的所在，伫遐的工作就是去雇苗。这段时间40年以后，伫西奈山的旷野，有一个天使伫火焰中甲摩西显现，就是今仔日所读。这个时期的摩西，
听到天使的时，伊已经80岁。伊走去缅甸人的队行旷野40年的生活。伫这个过程中间，我相信一方面，伊得准备家己听候伫等待命运的安排；另外一方面，伊用40年的时间，互伊家己害死人这件代志慢慢来打破。伫旷野这40年的时间，40年伊拢无做任何的代志，干那替别人做工尔。我伫想，可能伊对家己的坚固感觉有一点仔失望，可能伊为着家己冲动害死人这个行为感觉懊恼。不过，圣经互咱看见一项律例，就是上帝常常使用有气格的、下士的、落差的迄款平凡人，去完成无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在这个时间的摩西，一定毋是真厉害的风云人物，伊是一个平常人。平凡的人尔，甲咱大家拢共款的。伊犯错，伊冲动，伊害死人，伊得走路，从伫缅甸的所在得过洋，过就40年。毋知影有偌济摆，伊感觉我的人生就是安尼尔，感觉。我的梦想已经幻灭，可能毋知影有偌济摆，伊掠讲，家己已经老啊，已经无机会，甲去完成一寡伟大的代志。伊对未来感觉真不安。虽然咱无法度完全了解摩西伫旷野迄段时间，心内里受啥货。当时咱知影，当上帝使者甲伊显现的时，摩西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感觉狂野。一回讲，我是啥人，哪可能去啊？基本上，伊回应上帝使者所讲的话是讲：主，你找的。毋是我的，一定是别人，我无可能啊！不管伊掠讲家己伤人，伊掠讲家己缺点伤济，无才调去信心，还是讲这绝对无可能的。不过圣经记载，上帝对伊这个呼召。互伊感觉大又惊。我相信人的人生一定爱有梦想，而且应该尽力去甲伊完成。不过，要实现梦想，需要有好的计划。计划就是实现梦想的方法。所以有人讲，他说：“我在家里面组装一台模型的飞机，跟我梦想在天空飞行是两回事。”赶快来！咱顶礼拜伫读大兵。去打败大汉人的故事，真伟大的故事。甲伫现实生活中，我是一个真正的人，嘛是两回事啊。伫上帝国内面完成梦想需要信心，
因为咱无法度干那靠家己会当完成。圣经记载讲，无信心就袂当互上帝欢喜。如果你若相信呼召，你就了解你的梦想就是上帝互你的恩典甲呼召。因为你知影，你无法度我靠家己去完成上帝互你的梦想。即使你心内有一个想法，有一个感动，也是领受一个意向，你嘛会当问上帝讲：主啊，我心内有一个真强的感动，真强的想法甲愿心，我相信是你互我的感动，都是我毋知影安怎去实现这个梦。我需要你的帮助。兄弟姊妹，要完成上帝的梦想，咱需要我较侪的祈祷，因为梦想的重点是上帝，梦想的重点毋是满足我家己。伫摩西的故事中间，咱看见重新定心过来。定心去做民望，绝对毋是相换。咱读圣经，咱感觉摩西是一个大人物，总是咱即马所读的迄当阵的摩西，伊犹原是一个平凡人尔。对人的眼光来看，伊差不多已经无五啊。伊已经80岁了，伊大世人逃走路，无机会，伊捌犯错，有过失，将家己的人生补下去。年纪真大，嘛无人捌伊。今仔日，咱可能嘛会当体会即款的情形。咱若过去有经验过失败。咱嘛发现家己无啥物才调，也是感觉家己人生悠远的旷野，行来行去，毋知影创啥。咱今仔日读这段圣经，会当互相鼓励，因为这一切负面的评价，拢无法度阻挡圣神伫你心中的工作。如果你愿意相信，上帝嘛会当应你显现，互你一个呼召，去完成上帝国伫你的身上的旨意。你现在会当梦想一年以后，你勇敢站起来，为主做代志。你会当梦想，你会当想出一个系统，互咱教会的主日学会当搁较进步。你袂当梦想，你厝内面一切的债务，拢紧紧去解决。若是你担心的，你会当梦想，你将来会结婚，梦想完成上帝互你的感动，梦想怎样去引带你的囡仔，开始用真的信仰去服侍，梦想修复恢复。已经拍歹的关系，梦想你赎回过去迄个荒废掉的时间。咱伫讲的，毋是在讲白话语，因为咱是基督徒，上帝有要看到咱坐伫遐，啥物拢毋做，上帝想要看到咱用信心去期待好的代志发生。上帝若手赐互你一个梦想，伊就一定一步一步带你去完成。会记哩，圣经讲的信心，永远是积极的，毋是消极的。伫哥林多前书第15章内底
保罗先生伊讲我颠倒比其他的使徒更加打拼的工作。保罗讲的是我做好我应该负责任的部分。另外一方面，保罗所做的一切，拢是顺服上帝，而且我靠上帝贵人去完成。所以一方面伊尽家己的责任，一方面伊仰望上帝贵人，听候上帝做伊的部分。当上帝呼召摩西去担当一项伊无法度独立完成的任务，就是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压迫。迄当阵，摩西毋是坐伫遐咧想讲，哇！上帝互我一个梦想，伊使用我的生命真好诶，可能吧？等一下吧，可能这个愿望会实现。咱看到摩西的信心是真个，虽然伊是一个专业的人，不过伊一步一步用行动挖靠上帝来实现上帝的计划。事实上，圣经记载确实，摩西一步一步跟对上帝，上帝一步一步甲摩西指示，佮授予伊困难去完成任务。如果你若仰望上帝授予你一个全新的梦想，我相信上帝一定会回应你的祈祷。你若感觉上帝无予你任何的感动，无任何的负担，无任何的异常，我相信这是一个好的机会，搁一摆甲上帝重新结合，测验家己上爱做的是啥物，足够做的是啥物。上帝会用各种的方式甲咱引出。不过，咱大心爱确认家己听到的声音是对上帝遐来。迄个声音不一定是真大声，伫顶开迄款的大声音，嘛不一定天使伫你的面前显现。不过，圣神会用细细的声音伫你的心内做感动，你爱不断地测验。这个呼召，这个使命，这个感动，甲上帝国有啥物关系？甲呼召万百姓做上帝的学生有啥物款的关系？圣经记载讲，上帝会用伊伫咱中间得运行的大能力，安怎？大超过咱所求所想的，来成就一切。大器旧的大器翻译做搬过伫咱一切，新的大器翻译做大超过咱所求所想。中文翻作充充足足超过我们所想到的。所以，咱会当真确认，就是上帝仰望伫咱的生命中间，透过咱会当完成，会当成就伊永远的旨意。所以，当咱读圣经的时，你看到上帝呼召，迄款表面上无一定适合的人，去完成一寡伟大的任务。圣经内底有一寡人物，一看起来，伊迄当阵领受呼召的时，可能状态毋是诚好的，可能你想讲，这个人根本就无法度完成上帝的使命，这个人可能已经失去机会。不过，上帝呼召伊的时，做奇妙事，重新互因新的梦想。圣经记载，以斯帖
互人传去阿哈水鲁王的王宫当中，伊先成为妃嫔，到尾伊就当上了王后。而且上帝计划毋是互伊伫王宫享受而已，上帝计划是要互使用伊，诚做拯救一些的人脱离灭亡的命运的人。一个平凡的查某人，一个平凡的女人，伊参与伫上帝计划的中间，去拯救规个民族的人。他被塑造的时候，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妇人而已。亚伯拉罕甲撒拉，伊无生囝，因为圣经记载撒拉无法度生囝。伊两个人，而且伊两个人已经老了，总是上帝甲因讲，因会有一个囝，然后呢，然后地就万国要因为伊得到福气。亚伯拉罕甲撒拉本来已经绝望，已经无望、无机会。当上帝呼召来的时，上帝就互伊一个应允，互伊的后的万国万民都因为伊得到福气。彼得咱知影，伊3摆毋认耶稣，若是我是彼得，我可能一世人拢见笑。伊军队耶稣3年，伊耶稣受苦的时，伊3摆无认耶稣。迄当阵，难道社会不会给他压力吗？社会互伊压力，面对别人的控告，我想讲，伊可能感觉真失志。伊掠讲耶稣已经死了，我的人生到这为止啊！总是上帝互彼得重新启造伊的生命机会，伊领受一个启造教会的梦想，伊领受大气力去宣讲上帝国的道理，互5000个人信主，建立一个教会。扫罗，伊是一个发伫赛牌的人，伊是一个对耶稣的对敌，是一个迫害教会的人。咱若是头家，无可能拣这种人来我的公司上班，对不是？上帝不可能，应该不可能使用这种人。总是咱掠讲，上帝无可能拣伊的时，到尾保罗变做一个第一的人选的 first priority， 看起来无可能。伊伫大马士的路上，扫罗变做保罗 ，God changed his name。伊得到这个新的名字，伊得到新的名分，现在现在种。当咱伫读圣经的时，咱毋是干那看报纸、看杂志、看册迄款的心情，读了读过，就掠讲。我已经知影，今仔日所读的故事，我相信会当发生伫每一个较无上帝人的身上。咱读过了后，要需要注意上帝要甲咱讲什么，上帝互我的感动是什么？测验这个感动，甲上帝国有什么关系？上帝若互你一个梦想，一定会支持你再要去实现。会记哩，上帝使用平凡的人去完成一直世间的旨意。阮上帝帮助咱，会当伫今仔日的经济的中间，搁一摆领受对天顶来的呼召，注意了解咱家己伫教会伫上帝国内面的角色。好好啊，发挥家己的恩赐材料来启造上帝国。上帝国，请做咱祈祷。特别上帝感谢你，互阮呼召，求你，有今仔日所读的故事中间，互咱搁一摆领受同款的感动。虽讲阮感觉家己无可能、无材料、无机会，已经啦，总是
当无说八十岁时，有缘会当领受对天顶来的呼召，真做上帝国重用的责任。就你的网站，要像兄弟姊妹，若是中间有较无你呼召的兄弟姊妹的心，就你来定心，互伊得到fit力，得到呼召，来使用因来真做上帝国的器具。愿你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这是咱来回应上帝的话，信息，咱来用信息249比首，愿主存圣首，请大家听因元奉献，这是咱的奉献，回应上帝的话，请事情的当当。
请起立。他在报告，这是我来报告。当来看咱的周报，掀开周报的内面，伫迄咱的先书的下骹，有讲5月4号、5月8号、5月15号有啥物暑假，会当来看。伫咧当天的时候的部分嘛，请咱大家来看。后礼拜的部分，是咱英国师来主理，师会是林香山技师，主琴是蔡依林音乐干事，咱的交台师编是徐林志玲，新家人关怀是卢云云、蔡敏龙姐妹，宴会是黄慧清、一位。咱的会姐妹领袖是叶恩群姐妹，咱献诗是献歌队传咱的献诗。后礼拜的音控是王以乐指示。后礼拜咱的台语的先人主理课是伫11点15分吼。这个咱后礼拜要读的是以赛亚书国家福音个这是。那个启用文14篇吼，是姚义军技师来传咱来财政组织学先人主义哦。自会人数甲奉献，咱嘛请家己来看，咱会当来看讲，咱即嘛有5组的联合小组，联合小组咱主要请真侪好朋友，咱的好朋友来到咱吼。好。本会的消息，第1点，咱今仔日下晡1点会召开中执会，咱请陈江有举行来出席。第2点，咱本会有协会吼，有定伫7月22号到26號，伫咧暑假吼，咱办这个。英格夏令营，伊是在职来参加暗时的登记课迄种的吼。咱嘛欢迎吼，咱厝内有国小的学生的吼，来邀请伊来参加。也是讲咱的厝边头尾嘛会当来邀请吼。第3点就是讲，咱后礼拜天的母亲节，咱要来。甲大家来募集相片，吼，咱要来设一个这个妈妈的爱的照片墙，吼，后礼拜要来设，所以咱邀请咱家己的，咱来提供咱甲妈妈的相片，也是讲咱妈妈家己的相片，也是你家己是妈妈，你嘛会当提供你的相片，也是你甲你囝儿女的翕相的相片。吼，互咱来布置安尼这妈妈的这个照片墙，请把相片传互小组长，也是讲会长，也是讲传互牧师，也是干事拢会使吼。好，第4点就是讲咱的兄弟若是有物件，就你摕走的吼，放伫咧教会，请大家会当家己去咱1楼。那个1楼的会议室外口遐吼，
植物招领区啦吼，其他摕吼。因为有当时啊，抗第一到的嘛，真久无人来领，所以咱会变成讲每个月月底会甲伊清掉安尼，吼。好，咱来看九步第5点，第一届温度训练要伫6月底来毕业，吼，咱今年咧6月29号会举行毕业典礼，吼，咱要召开第2届的温度训练，会伫迄7月初开始，这课程总共有4期，差不多1年啊吼，会伫迄每年的6月底来结束，嘛邀请大家会当来报名，吼，请大家各个教育组吼，组长会如邀乐，也是讲甲小组长来报名，吼，来，咱邀请大家拢会当来报名，温度训练，咱对深度变做温度安尼。这关怀来到的部分呢，咱第一项就是伫咧厝调养的兄弟姊妹有林德修兄弟、马来金兄弟、刘金柔姐妹、曾文德、杨玉珠、郑明霞、林李敏珠、徐建平、卢锦璇，这些兄弟姊妹，咱大家当常常来过。带院的有洪本展弟兄的妈妈。咱第3点嘛是请大家继续为教会1楼礼拜日的整洁整修啦吼，来到甲奉献来。下面这奉献的报告嘛，请大家来看，是有顶台，请咱甲会议来做见证。好。接落来，咱来读本周的经句。本周的经句，伫以赛亚书43章19节，43章19节，咱做伙来读一下来。看，这做新的事，训练，定点不知吗？我被后面推到了3路，推到。过来解吼，来，我们可以新的事，当看第1个，后面回到上人圣诗509首，俄罗斯的万福温源，上人了，请牧师为咱祝祷，非常请起立。听从信心的感动，跟恁众人三个弟弟对这事到永永远远无山。阿免。
甲大家行去读册。